自2026年2月26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问题变做祝福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。约翰福音第2章第1节到12节。现代第一版圣经，约翰福音第2章。2日后，伫加利利的迦纳有婚礼，耶稣的老母有伫遐。耶稣甲伊的门徒嘛受邀请去参加。酒用了的时，耶稣的老母对伊讲：“因已经无酒啦。”耶稣讲：“阿母，这甲你我有甚物关系？我的时还未到。”伊的老母吩咐找用的人讲：“伊甲恁讲甚物，照安尼去做。”照犹太人洁净的规例，伫遐有6个石甕，逐个会当綴差不多100公升。耶稣甲遐个找用讲：“这个酒甕水拢倒互伊甜。”因就将水倒入去水甕，倒到满。然后耶稣甲因讲：“呾恁甲水舀出来，摕互办桌的总管。”因就捧去互伊。办桌的总管一个担着已经变做酒的水，毋知即个酒对倒位来，不过舀水的找用知，总管就叫新郎来，对伊讲：“人拢先倒出好酒，等人客啉到醉，才出较歹的酒。你颠倒将好酒留到即阵。”耶稣伫加利利的迦纳行即个第一个神迹，伫遐显示伊的荣光，伊的门徒拢信伊。即个代志以后，耶稣甲伊的老母、兄弟以及门徒落去迦百农，伫遐住几若日。问题变做祝福。啉酒虽然会当带互人欢乐，但是若失去节制，常常导致人失态、伤害甚至犯罪。因为安尼，圣经中有关啉酒的经文，真侪是负面的警告甲劝诫。但是今仔日的经文无共款。迦纳城有人办婚礼，耶稣的老母玛利亚、耶稣甲门徒也拢受邀请去参加。照犹太人的礼俗，婚宴的延续数日，搁伫婚宴中酒是必备品。为着安尼，主人伫婚宴以前爱先有备酒，免得有欠缺。但是即场婚宴还未结束，酒就啉倒去，真是碍脚搁失礼。玛利亚相信耶稣会当解决，希望耶稣会当斗相共化解。虽然耶稣讲家己的时间还未到，玛利亚犹原爱仆人照耶稣的吩咐去做。玛利亚交代仆人了后，就离开，伊甲主权交互耶稣。所以，耶稣吩咐仆人甲行洁净礼用的6口石甕倒水互甜，搁舀出来送互管筵舍，水就变做上等的酒。耶稣甲水变做酒，是伫欢乐的喜宴中所行的神迹。伊甲喜乐的人同喜乐，这神迹就搁较显出伊的荣耀，门徒就信伊。倒水、舀水原本是仆人顺服爱做的日常事务，但是当仆人照耶稣的吩咐去做，普通的水就变做甘醇的好酒，欠缺变做丰盛，欢乐得延续。敢若是一个平凡的乡镇，新人也是来自普通的家庭，
耶稣的能力甲荣耀却彰显伫即个平凡乡镇的家庭。耶稣变水做酒，虽然只有仆人、老母和门徒知影，但是亲朋好友拢做伙欢喜响应。玛利亚的关怀、仆人的顺服，和耶稣的能力，做伙成就即个新约。当然，咱无应该将信仰基础建立在新约顶面，但是即个新约的信息尤原重要，伊互咱清楚，耶稣的同在会当带来转变，化困境成做美好的祝福。当人生规划突然变化，陷入问题的漩涡时，咱也着学习交托，互顺服主耶稣的话，因为主的话会带来改变甲成长。伊的恩典伫日常生活中展现，伊的救赎是关系生命的转变。上帝创造人类来享受伊的疼，伊赐丰盛的恩典，为着要互人活出美好的生命样式，伫生活中荣耀伊。新约无时无刻拢有，只是咱往往习惯变自然，对新约无咧注目，也看袂到上帝创造甲眷顾。这毋是上帝的能力出问题，是咱需要重新检视家己。咱若专心信靠、专心仰望上帝，就会经历新约。咱若相信、交托，所祈求的就要踮伊的旨意内面得到应允。上帝要赐予人新的生命，咱着心存仰望，靠主常常喜乐，拄亲像水变酒的新约。改变检采毋是表面通看见的，却蕴含丰富的内涵，会当互人得欢乐。愿你我拢会当亲担这美妙的滋味。默想，当耶稣在场，问题会当成做祝福，欠缺会当变做丰盛，困境会当化为见证。我的生命有耶稣同在，也是安尼。当耶稣在场，问题会当成做祝福，欠缺会当变做丰盛，困境会当化为见证。我的生命有耶稣同在，也是安尼。咱来祈祷，上帝啊，感谢你成做我生命的主，眷顾我，搁参与伫我的生活中。我愿意顺服你的话语，伫人生每一刻拢见证你。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